最虔诚的听众，牛早。现在是正甲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44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44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4节，就是解说甲按法治做客参考。即嘛应该呢，来说来解说一遍。一边就是将自礼拜思维心起来，挖上山思维心魔物银魔来，挖说是一物即不中，思维凡可修正好，挖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即嘛要来解说这道理，这就是咧说明六祖慧能大师对南岳怀念禅师的教法。南岳怀念这怀藏禅师呢，是属于临济的源头，就是讲由南岳怀藏禅师呢演变啊，就变成临济宗啊。因为团结下面呢，就是教甲临济义贤来开创临济宗。这位怀藏禅师呢，本来啊是金州的人，伊初初去亲近上山惠安国师，惠安国师呢又搁再介绍伊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将自礼拜啦，就是讲这位怀藏禅师到甲六祖慧能大师迄个所在，字呢就是到甲做客宝林寺，到甲六祖慧能大师的座下，就向伊顶礼啦，就向伊参拜，向伊顶礼，向伊参拜，思维心出来。迄当阵慧能大师就问伊讲：“你是对倒会来啊？”安尼叫做讲做心出来。这应该呢是一句真正普通的话啦。比如讲，人来咱遮找咱，咱就甲伊讲啊，你是倒会来啊？哦，你这位信徒是倒会来，或者是讲你这位法师是倒会来，你这位人客是倒会来。不过在这个所在，心出来意义呢，要搁再深一层的意思。因为咱这个来所在到底是对倒会来？这呢，也会使甲伊讲，就是咱即马伫某一个所在，也来到这个所在，那就是咧指咱现主时是对倒会来咯。不过进一步也会使甲伊讲，你来这个世间到底是对倒会来？你的来源是啥物啊？当然，在这个所在，慧能大师只是甲伊问讲，你是啥物所在来？也内中呢，当然啦，有包含着深的意义。挖上山，迄当阵，这位怀藏禅师呢，就甲伊回答就安尼讲啊，讲我呢是从迄个上山的所在来。既然是讲上山来，慧能大师迄当时阵啊，就要来甲伊考一个咯，讲什么物？银魔来，什么物就是讲啥物物件，银魔来就是讲安怎样来。那这两句话呢，
问题啊就非常的深了。到底呢是什么物件，也是安怎样来？为什么问讲这什么物件安怎样来呢？意思就是讲，你将这个上山来，到底是什么人来？迄个是安怎样来法？对于这个上山来，当然就是南岳怀藏咯。但是这个南岳怀藏会来是什么人？当然就是讲我这个身躯来啦。不过，敢若只有这个身躯，到底是不是就会来呢？人若敢若只有这个身躯，也无这个心的作用，安尼这个人呢，就不是讲活的人，也无精神，不是活的人，根本就袂叮当，哪里会来呢？当然就袂来。要来讲起来，是不是就是你这心来呢？心究竟是什么物件？甲恁讲，若甲伊讲我就是南岳怀藏的心。毋过呢，你这个心或者叫做南岳怀藏，这呢乃是一种的外表的名。也若咧讲起来，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安怎样来呢？会来的这个人，事实上也袂使甲伊讲是查甫的。也袂使甲讲是查某的，为什么呢？查甫或者是讲查某，就是讲男女，这呢是一个假名，就是讲咱甲伊号的一个名义，或者是讲凡夫，这个凡夫呢嘛是一个名。你甲讲佛，佛呢嘛是一个名。也到底会来这个是什么人？现主时伫咧叮当，伫咧活动，会将上山到这个所在来，到底是什么人？迄当时阵，这位怀藏，事实上呢，伫迄个所在，互六祖甲问一下，就呢无话好讲。也因为无话好讲呢，就伫迄个所在来一直参究啦。参究讲到底什么物件，也安怎样来？经过了8年功夫。经过了这个8年功夫了才有所了悟。在这个所在下面写呢是直接写讲我说是一不即不中。事实上，这个说是一不即不中这并不是讲随时安尼连接落。那根据海水一滴，根本呢是无下面这句。咱在这个所在，好像讲怀藏随时就来应六祖讲说是一不即不中，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在古尊属记录内底有一个南岳怀藏的记录，内底就来写啦，讲六祖问伊啦，讲你是将什么所在来？怀藏就甲伊讲啦，讲将上山。安和上迄个所在来，六祖就搁再问啦，讲你是什么物件安怎样来迄当时阵怀藏就无法度好来应答。以后呢，就伫迄个所在参究经过8年，经过8年当中呢，已经了悟啦，就对祖师，就是对六祖慧能甲伊讲啦，讲我呢已经有迄个体会所在啦。六祖就问伊啦，讲你到底是体会什么迄当阵怀藏才甲伊讲说是一不即不中。六祖搁再问伊，讲你既然搁再讲做说是一不即不中，也呢是毋是还搁有修正迄当阵怀藏才甲伊讲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在五定会员也是同款甲迄个。古尊属记录内底的南岳怀藏的记录的记载同款不过在祖宗集啦，或者是讲景德传递落内底就将这个怀藏部队来代替
就呢该写讲说书一物即不中。咱略做段经呢，可能就是经济主动集，伊就甲敬德传德咯所以则伫这所在随时讲或者说书一物即不中对这个所在呢，我来讲一段因缘，就是讲过去在京都的相国寺，有一个名叫做讲独山和尚。这个独就是单独的独，山就是山啦。那这个独山和尚呢，只是对这个字或者是讲话写起真好，画起真好，一个真正有名的馆长。这位馆长呢，上起头呢是另外在参政迄个所在出来，也来作为一个叫做护工替斋的这个人的师来甲伊伫伫学这个画啦，画图。有一个时阵呢，在东山的高大寺有一个画图的展览会，所有的人呢，拢在人客面头前都展家己的功夫，画迄个图互人看。这位独山和尚迄当时阵呢，只是一个伫咧画图的一个师啦。伊呢也伫迄个所在真正认真伫咧画。伫咧画呢，京都有一个叫做大德寺，在大德寺有一个馆长名叫做木宗和尚。这个木就是木场的木啦，宗就是咱宗教的宗。这个木宗和尚来在面头前徛起来，当来讲哎，你这位书生你实在是真牛这个画画到这呢真好我问你咧，到底你是啥物人伫咧画这个画嗨咯，迄当阵伫咧画这个图，这个师呢，互伊甲问落到底怎说无法度好印呢？伊自己就安尼想啦，讲到底是啥物人伫咧画图呢？当然袂使咧甲伊讲是这个笔伫咧画笔的本身哪里会画呢？笔画图是必须要的工具，但是笔甲放伫遐，笔自己并袂叮当也若咧是毋是我手伫咧画呢？这个手，假定讲若是无心去画，敢若手嘛袂叮当。是毋是讲这个身躯伫咧画呢？毋过这个身躯只是一个肉体而已。也来讲起来，是毋是心伫咧画呢？也来讲我心伫咧画图这个心到底是啥物心是因为去互人拜托着来去画或者是讲为着要趁钱来画，或者是讲要作为一个真正牛的画家来去画，有这个名义心来画是有这个欲望来画呢？或者是敢若讲对这个画图真正有趣味，安尼戆戆画呢？那敢若讲因为画图真趣味，戆戆画呢，岂毋是变成真正盲目到底是啥物人伫咧画迄当阵自己想来想去想无想无，结果呢，伊即马转去了就问因先生啦，讲我今仔日拄着一个和尚真怪啦，来看我画图，问我讲到底谁伫咧画？迄当阵呢，我也无法度甲伊印。迄当阵，因即个先生就来甲伊讲啦，讲到底是啥物人伫咧画图？画即个图的又是啥物人呢？讲关于即个代志你必须要去问遐出家人问出家人才会知，这我嘛毋捌咧。因迄个老师呢，也真正老老实实就来甲伊讲啦。那到底是要来问啥物人？探听来探听去，在当中有一个天龙寺的五山和尚。这个五就是徛伫边搁一个五，迄个五山就是山。那就去问这个五山和尚咯。这个五山和尚就该应啦，讲即款的代志我讲互你听，你嘛袂当了解啦。要安怎我才会当了解呢？迄个五山和尚就甲伊讲啦，讲你必须要来去坐禅。你坐禅迄个所在去体会，才当好了解。结果呢，这个画图的这个人
为着要来了解讲到底是虾米人伫咧画图，就安尼呢就出家，在天龙寺在五山和尚的座下坐禅坐差不多10年，10年当然就知咯，到底画图是虾米人，已经去了解着。就安尼啦，就一直来做个馆长。当然，伊本来呢就真够画图，真够写字，所以呢就变成一个真够画图、真够写字的馆长。这呢是一段因缘故事。那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问伊讲，到底是啥物物件是安怎样来？啥物物件？那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咱现主时伫咧参禅嘛是安尼参啦，尤其是咱现主时参禅的方法是用这个参禅念佛。在过去伫咧参禅，差不多拢是属于公案禅。这个公案禅就是讲，过去的祖师提出这个问题，公案就是问题啦。提出问题来，由这个学人来甲伊回答。也迄个学人要回答这个公案，当然爱费了真久的时间咯。但是呢，将这个公案若我都甲伊回答，安尼就算讲得到开悟，得到明心见性。那这个公案，比如讲教有成啊无，或者是讲父表未成前本来面目是虾米等等啊，这拢是属于做公案。但是这个公案有伊的好处，也缺点。什么缺点呢？譬如讲，你要去参父表未成前本来面目，应该讲起来就是讲老爸老母生出来我就是这个头面啦。但是老爸老母还未生我以前，我的头面到底是啥物啊？为参迄个，那当然所指的就是本有的佛性。毋过呢，伫咧参的人啊，恐惊爱参来参去。哇！所想起因的老爸是安怎，伊的老母是安怎，变成咧参对因俗家的代志去，也拿咧起毋是一种的参禅的障碍啦。或者是问你讲教有佛性啊无？应该就是要去参讲这个教到底是有佛性啊无佛性。毋过参来参去，恐惊伊就变成参对白狗啦、乌狗啦、什物肤色的狗啦、灰色的狗啦、大只狗、小只狗，哇！当害了。参来参去变成一大堆的狗，因此呢，到甲近代啊，就无用这款的方法，就先念佛，然后再来参。那这念佛再来参，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南无药师佛，拢可以。念佛念了呢，再来回光返照，来去找。也是甲六祖慧能大师来问这个南岳怀容共款，到底是啥物物件？啊，就是讲，伊念佛咧，到底是啥物人啊？安尼咧，来向内底去找。在咱平常时，比如讲伫咧念南无阿弥陀佛，迄个时阵啊，咱毋是向心肝底去找，讲啥物人伫咧念佛。咱一定去分别咱所念的佛。哦，咱伫咧念南无阿弥陀佛，咱可能会想起讲，是讲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咱若是有研究过观无量寿经的人，在观无量寿经内底有介绍，有一个真正庄严的时光叫做世界，有一个真正大的莲花座，在莲花座面顶呢，阿弥陀佛非常的庄严。可能咱若是普通修净土中的人念佛啦，就会向这个所在去甲观想。或者是咱无看到观无量寿经的人呢，咱譬如讲在佛寺的所在，有看到阿弥陀佛的庄严相。咱即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呢，也会去观赏这个阿弥陀佛的庄严相，安尼拢是向外去分别，变成有一个内心，有一个外境的对立。但禅宗的参就毋是安尼咯。禅宗的参呢，就是当咱念佛念几句了，就回光返照倒转来，自己呢来向自己的内心去甲追究。到底什么人伫咧念佛啦？伊念佛的是什么人呢？这名叫做讲做参为头。伊念佛迄个，若是互咱找到啊，咱就是得到明心见性。那不但是讲伊念佛迄个，就是伊念佛迄个呢，是咱的本性透过意境发出来作用。
咱目睭会看的，耳孔会听的，结果呢，拢就是共款。会看迄个，互你找着啦；会听的，互你找着啦。你骹手会震动，会做工课，迄个，互你找着啦；骹会行路，迄个，互你找着啦。迄拢就是。所以在这个所在，慧能大师来问怀忠，讲心魔物，银魔来。那这呢，也可以讲就是禅宗呢，伫咧找讲到底是啥物人，向内底去回光返照，来找咱本性的一个方法。下面曰说事一物即不中。对这个道理呢，在前面我已经讲了。讲这个说事一物即不中，这呢并不是讲这位怀忠禅师去亲近六祖，也伊问讲你是啥物物件对来呀？并不是讲伊随时就甲伊应答，在迄时伊是无多应到底是啥物物件？到底是哪样来？伊无多应。咱是经过伫遐参访8年啦，也每一日呢，伫咧参一句，这呢也可以讲就是这种公案。也去互伊参了呢，已经有所体会啦。所以在迄时阵，伊才甲六祖慧能大师讲师父啊，我已经有所了悟。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才问伊啦，问讲你到底是了悟啥物啊？你所了悟是啥物？你是毋是当讲出来我听？是毋是当摕出来我看呢？迄当阵怀忠才讲做说事一物即不中。中就是讲对的意思，讲若甲伊讲做一个物件，当做一项物件来甲伊讲，也哪里就毋对啦。安尼叫做说事一物即不中。因为即个物件，你甲伊讲是活的也毋对，甲伊讲死去的也毋对，甲伊讲大也毋对，甲伊讲细也毋对，甲伊讲真正年轻也毋对，甲伊讲真正年老也毋对。甲伊讲是红的也毋对，甲伊讲白的也毋对，你甲伊讲是生的也毋对，甲伊讲是恶的也毋对，甲伊讲是乌也毋对，甲伊讲是白的也毋对。当然，你也袂使甲伊讲伊是佛啦，或者是凡夫，也毋是男，也毋是女，超越了一切。所以呢，你甲伊讲一项物件，凡是你嘴若是讲起来就毋对。所以在禅宗有一句话就讲做开口便出。这个开口便出就是讲，只要你嘴若开出嘴，你讲出来呢，就已经错误啦。因为这个物件呢，既然毋是该讲是活的，也毋是该讲是死的，安尼呢，就是超越了时间，也毋是大的，也毋是小，就是超越了这个空间。所以，无论用任何一句话要来甲伊讲这个物件呢，所讲的拢总呢都毋对。所以这个动念，那么这个变错，那么这个动念即怪开口变错。那这个动念即怪开口变错呢，也就是咧说明咱众生本有的佛性。佛性这个物件呢，袂使你用过任何的一个物件来甲形容，袂使甲按任何的一个名称，咱呢在不得已之下呢，勉强甲伊名叫做讲做佛性。那事实上，这个佛性呢，也是咱甲按的一个名称而已。咱世间的物件，每一项物件呢，有伊的形象可以看，也每一个物件有一个名称好可以甲伊按。但是佛性，这是一种的真理。也这个真理呢，是遍在宇宙间的一切，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并不是以这个时间或者是讲空间等等，或者事物可以来甲形容出来。所以在这个所在，这位怀忠禅师，伊参8年，就是讲伊对这句话参究8年。对这个心魔物银魔来，这句话参8年了呢，才有所了悟。因为已经了解这个超越你世间一切物件，
袂使哩用咱世间或者物质来甲形容，所以才讲做说事一物则不中。注意轻声听讲，就请咱各位暂等1分钟，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